繼續來關心這囡仔的運動習慣，有民間團體呢是認為講現主時這離校的運動政策還無夠周至，所以因是提出4項訴求，希望講會當來建立離校工作證的配套、教練證查詢系統，也有公開無適任的教練名單，甚至是來推動體育班的轉型。另外，因也呼籲這運動部呢，在明年兒童節進前，針對着這台灣的囡仔完成運動普查。鼓勵囡仔運動，唔那是為着健康，嘛是為着讓囡仔有健全的發展。教育部佇去年9月成立運動部部長講，要落實全面運動，就要為校園甲社區做起，讓囡仔佇運動當中找到希望甲夢想。有民團甲立委佇兒童節進前開記者會，呼籲就要重視兒少運動政策。另外，民團嘛希望運動部佇明年兒童節進前完成囡仔的運動普查。我們希望運動部能夠給我們一個調查。普查，讓我們知道說，我們台灣不管是男童、女童，不同的年齡層，他們現在運動的狀況怎麼樣？他們喜歡什麼運動？他們運動遇到了什麼困難？我們做什麼事情可以幫助孩子？那民團甲立委嘛提出4項訴求，希望建立兒少工作證配套措施，確保教練有相關的知識甲能力，嘛著設健全的教練證查詢系統，讓家長通好核對資料，嘛公開無適任的教練名單，上尾推進體育班轉型，讓學生運動員有愈濟發展的可能性。所以我要說，不論是運動部、教育部、衛福部，不論是在兒少工作證或是體育班的改革，甚至還有適應運動這件事情，我們目前為止看到相關部會的作為都還太過消極。運動部成立之後，我們把青少年、把兒童的運動權來作為一個重要的議題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們要推動全民的運動，我們要培養更多的運動家庭，而不是只側重培育更多的運動家。民團甲立委嘛希望運動部愛提出完整具體的兒少運動政策，讓囡仔會當安心運動、快樂大漢。嘛希望伫明年兒童節會當看到兒少運動政策，加做運動部成立後，送予兒童節上一節禮物。記者吳金陽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